奴才请嘉贵妃娘娘安，给庆贵人梅嫔请安。李公公有礼了。皇上新得一对步摇，特意给嘉贵妃娘娘送来。谢皇上隆恩。皇上有什么好东西，也只疼嘉贵妃娘娘。今天也让我们好好开开眼。皇上特命李公公前来，怕还有旁的事要吩咐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嫔妾告退。李公公，这仿佛是红玉髓。和玛瑙很像，若不细看，极难分辨。嘉贵妃娘娘果然好眼力，确是红玉髓。这红玉髓也不是什么名贵之物，皇上怎的想起拿它来做步摇？孝贤皇后在时，最不喜奢贵之物。皇上近几日对孝贤皇后思念不已，所以特意用红玉髓制成步摇，以表对孝贤皇后简朴的尊崇。如今，嘉贵妃娘娘万人之上，可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原来皇上有如此深意，谢谢公公明言了。还有一事，奴才须禀明嘉贵妃娘娘。如今皇上说，皇贵妃私通之事涉及大事，又有七宝手串为证，所以皇上让各宫都写下七宝名称。您位分最尊，此事须从您宫中而始，不知您意下如何啊？既然皇上吩咐，本宫自当遵从。真叔，去把宫里的人都唤来吧。是。哎，这真淑姑姑也是启祥宫中人，还请写了才是。真叔是我母族人，不识中原文字，我看便罢了吧。这个奴才可做不了主，还请嘉贵妃娘娘去问了皇上才是。真叔，虽说你不会写中原文字，可也要认真的写。是。都写仔细了啊！写完右手，还要用左手写。哟，真淑姑姑这字儿可真是不好看。得嘞，这字儿啊，得让皇上教教。哎，李公公，我这字儿这么难看，就不必给皇上过目了吧？这字儿难看也得有个边儿啊！啊，真淑姑姑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带走。珠儿，珠儿，好好的，你叫嘉贵妃娘娘干什么？别惊这儿她的胎气。走吧。真叔，
着！哟，嘉贵妃娘娘，哟，您怎么挺着肚子跑出来了？赶紧回去吧，小心龙胎啊！李煜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为什么要带走真书？啊，皇上有句交代，奴才浑忘了。皇上说，谁的字儿要写的最别扭，也得带过去瞧瞧。这不，就把甄氏姑姑带走了。您可要保重龙胎呀！啊，甄氏姑姑，走吧。皇上，启祥宫上下并无谁的字格外像皇贵妃，倒是甄叔的字最别扭，所以奴才便把她带了过来。甄叔，你是嘉贵妃从御史带来的陪嫁侍女吧？是。这字那么难看，可是你的笔迹啊？是奴婢的字。那这些年来，家书总是会写的吧？许是许久未写，有些生疏了。生疏。皇上，奴才派人在甄叔的住处搜出一封未写完的家书，字迹完全不一样，请皇上过目。这可是你写的，字迹娟秀，为何和李御审的差别那么大？皇上恕罪。方才李公公来宫里测字的时候，奴婢心慌得很，所以就写得潦草了些。心慌？我看你是故意为之。这字的事情啊，朕先不追究了。李煜啊，这是玛瑙，是朕赏给你的。你选颗好的带回去，穿成链子戴着，也算是犒赏你这么多年伺候嘉贵妃的辛劳。奴婢多谢皇上赏赐。李煜，方才朕让你送给嘉贵妃一对步摇，她怎么说？嘉贵妃说谢皇上赏赐的红玉髓步摇，她倒是认得清楚。这两颗不是玛瑙，都是红玉髓，你不能分辨二物，难怪连大师修行时所用的七宝只用红玛瑙都不知道。皇上，奴婢蠢笨，不知宝物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李煜，将真书送去慎刑司换锁心出来，告诉慎刑司，对真书哪里都可以用刑，唯独不能伤了手，直到他可以写出和皇贵妃一样的字迹来。奴才这就去，带走。皇上，奴婢冤枉了！皇上，奴婢冤枉了！皇上。李煜啊，你好生的送锁心出来，让最好的太医给他瞧瞧。这明日啊，就是中秋了。你去翊坤宫告诉皇贵妃，朕等着她主持中秋家宴。奴才明白。林大人，林大人，怎么了？快去请江太医一同接锁心出来。走，快走。主儿，您别动了胎气啊！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您得先把自己摘出来，可别扯进去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真书救出来。小心，小心姐姐，主，他们问不出奴婢什么，都是本宫不好，本宫救晚了你。奴婢知道，只有奴婢挨过一切的刑罚，才能平定外头那些非议，立长出的清白。
送去偏殿。凌云彻，这事儿，本宫谢你和李煜。这是微臣应该做的，至少把人给救回来了。既然送到了，微臣先行告退。忍着点儿，你轻一点儿，你轻一点儿，姐姐忍着点儿。索性姐姐，你怎么伤成这样了？主，你快看索性姐姐的左腿啊，主！张太医，怎么了？姐姐这腿怎么会这样？伤口和衣裳粘在一块了，怎么办呀，张太医？这帮人太狠了！拿剪刀，快拿剪刀！剪刀，快！索性，忍着点儿，会有点疼，帮我按住他。姐姐，忍着点儿，忍着点儿啊！姐姐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姐姐。连步，快！坚持住，姐姐，姐姐，忍住啊！姐姐，你别动。小心姐姐，小心姐姐。主儿，她的腿还能走路吗？姐姐，你忍住啊！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姐姐，好了。娘娘，李煜公公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奴才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李煜，本宫正要去谢你呢。你为本宫偷天换日，是冒着死罪在救本宫。奴才为皇贵妃娘娘做事都是应该的，况且这事儿关系到索性的安危，奴才就算拼了命也要去做。听说索性回来了，奴才想来看看他。张宇斌正在医治索性呢，怕是一时半会儿你也见不到他。娘娘可否容奴才在这儿等候消息？自然可以。都是本宫连累了索性，本宫不会让索性白白受这个罪。索性是忠仆，他护着主，也是护着自己的一颗忠心。王贵妃娘娘，李公公，索性如何了？灵芝已经伺候他睡下来，您就放心吧。从伤口看，索性被用过棍刑、鞭刑，伤口上被浇过辣椒水，所以脓化的厉害。这些都还能治。刚才您也看见了，他的左腿被上过夹棍，小腿骨被生生的夹断了。就算恢复了，以后也不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了。是嘉贵妃，嘉贵妃告诉过慎刑司的人，为求真相，不惜用重刑。索性只是一个弱女子，竟然会被折磨成这样。张玉萍，你就只管好好医治索性，要用什么药就该用什么药，旁的什么都不要想。是，微臣不会多想，除了治好索性。娘娘，
微臣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不管所信以后如何，微臣都想求取所信，照顾他一生一世。好，本宫没有看错你，所信也没有看错你。微臣忠义一人，不在乎他身体是否残缺。江以云，等本宫回了皇上，定会成全你们。谢娘娘。强太医，你要好好照顾所信。主儿，别担心了，真叔不会有事儿的。主儿，该喝药了。什么安胎药？怎么跟黄连一样苦？这药是专门治您的胎位不适。也不知道真叔怎么样了，进了慎刑司这么多天还没出来，母族也没个消息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主儿，您再喝点吧。把勺子拿走。你慢点儿，主儿。江太医，药熬好了。哎，姐姐，还是我来吧，有劳灵芝姑娘。好。这个时候，我知道你是医者父母心，但你别可怜我。我不会可怜人，我只是怜惜你。如意啊，昨日是中秋，这是个王府公侯家送来的节礼，你挑件自己喜欢的，其余的朕留下来赏人。这个合欢步摇倒是精致。好啊，合欢玉叶两相情好，来，朕替你簪上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来，好看，好看，很是衬你。皇上，皇贵妃娘娘，慎刑司用刑下去，真叔一开始什么都不肯招供，倒是奴才询问了一些与他亲近的宫人，见过他藏了几张皇贵妃的灵帖，私下练字，才有迹可循，理出了这份供状。慎刑司迫使真叔用左手书写申冤，其中几个字与陷害皇贵妃的字迹十分相似，确是出自一人之手。那他还不招？慎刑司再用刑，真叔实在受不住，终于认了自己模仿皇贵妃字迹之事，但其他的事他
他什么也不肯认，就连模仿皇贵妃自尽陷害之事，他也只说是自己看不惯皇贵妃跋扈，与嘉贵妃无关。跋扈？皇贵妃哪里跋扈了？这真叔一个人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吗？如意啊，你瞧瞧，这是真叔左手写的，字迹倒是有几分像。确实相似。真叔是嘉贵妃的陪嫁，也是嘉贵妃在这宫里唯一的族人和亲信。若是这件事儿不是嘉贵妃主使的，臣妾也不相信啊。是，奴才问过了，真叔是医女出身，略懂医道，会写字，所以才成为嘉贵妃的陪嫁。嘉贵妃是个有心之人，留着这样的人在身边帮衬，确实大有益处啊。李煜，传旨6宫，嘉贵妃肆意妄为，不敬皇贵妃，将为嫔位，禁足于启祥宫思过。至于这真叔嘛，他是御史来的，朕不便赐死，叫人送他回御史去。奴才这就去传旨。但嘉嫔娘娘禁足，她膝下的2位阿哥，送去协芳殿便是。金玉妍主仆心思很多，一个只是被降为嫔位，一个送回母国，真是可惜了索性的那条腿。如意啊，朕知道索性受委屈了，只是朕此番是不要让你受任何的非议。此事不光是你的清白，唯有这样，你才可以成为朕的皇后。皇后？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。朕不许任何的流言蜚语来撼动朕的皇后。皇上的心思，臣妾感念。只是臣妾以为，皇上是天下之尊，若皇上深信不疑，流言撼动不了臣妾。皇上的所为，说是让旁人相信，其实是让自己相信。皇上宁愿用索性的一条腿，来换取您的安心，来换取旁人对您所选的皇后的认同。如意啊，朕何尝不要人认同呢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朕要你做朕的嫡福晋，上至皇阿玛、皇额娘，下至孝贤皇后，人人都不认可。朕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第2回了。可那时候您是皇子，自然得遵父母之命。如今您是皇上，天下之尊。如意，朕不是昏君呐，朕不能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就什么都不顾了。这流言就像淤泥一般，越沾越多，便难以再洗清。朕是爱惜羽毛，也是为你好啊。这是朕的好意，你别再怨朕了，也不能再怨朕了，啊！即便朕有错，但朕是天子，这错也不是朕的本意啊。皇上，臣妾想为索心许一个好人家。太医院的江雨冰曾向臣妾求娶过索心，还请皇上成全。这索心啊，忠心可嘉，朕大可许他一个御前侍卫。这太医嘛，只怕这太医啊，对他的前程没什么帮助啊。江雨冰和索心是两情相悦。那好吧，朕就许了他们俩。臣妾替江雨冰和索心谢过皇上。如意啊，经过此事之后，没有人再会质疑你，朕会陪着你，一直走到皇后的宝座之上。皇上，臣妾的一切自由皇上安排。
只是臣妾并无继后位之心。如意啊，在朕的心中，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皇后的人选。好吧，眼下最要紧的是治好索性的伤，安排好索性和江雨斌的婚事。至于立后之事，等到孝贤皇后丧期满之后，朕会再议。皇上思虑周全，臣妾感念皇上好爱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给本宫站住！娘娘，嘉嫔娘娘，奴才奉旨带走2位阿哥。本宫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皇上要让本宫母子分离？让您母子分离的不是皇上，是您自个儿。您好好保重身子，等龙太医落地，也要立刻被送去协芳殿。再说了，就算您护得了阿哥们，您护得了真淑吗？真淑即刻就会被送回御史。您呐，好好的毕恭思过吧。主，嘉嫔娘娘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主，太医说您不能大兵大路，龙胎要紧啊！主，要快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主，快喝点药。本宫还怀着皇上的龙胎，主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您喝点啊！真淑在哪儿？真淑，您不能去，主，让开！主，真淑，你们若敢拦我，今天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！真淑，其实啊，真淑不必急着回去的。这御史新王爷刚晋升王位没多久，就逼得王妃自裁了，已被皇上押解至京问责。如今已经入了京城，很快就会进宫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母族的消息，你居然自己不知道啊？主，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李煜，皇上，奴才在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的话，是嘉嫔娘娘在磕头。皇上，王爷行为有失，但请您饶了他吧，皇上，您饶了王爷吧，皇上。谁告诉他这些的？御史王爷已经进京，这事儿瞒不住了。怀着身孕，还如此这般发疯。如意，你以皇贵妃的身份告诉他，从此刻开始，她已不是嘉嫔，而是嘉贵人。要是再吵闹一次，便再降一等，直到废为庶人为止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传皇上口谕，从此刻起，启祥宫京氏不再是嘉嫔，降为嘉贵人。若再吵扰，再降一等，直到降为庶人。奴才送嘉贵人回启祥宫。皇上也说过了，无事您不必再出来了。皇贵妃，是你蓄意害我，是你蓄意害我们王爷。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要害你们王爷，是你们王爷自己苛待法器，也是你陷害本宫和大师，毁了皇上的圣誉和天价的颜面。你又是什么好人吗？难道你就没有诬陷我？我分得清玛瑙和红玉髓，即便是真淑分不清，可我分得清。那7把手串上印着的，分明就是玛瑙，而不是红玉髓。
那红玉髓的七宝手串又是哪里来的？啊？嘉贵人这么多地，本宫可是记得那日你跟皇上说，你得了这些物件儿，一眼都不敢看，便封起来交给了皇上。既然一眼都不敢看，怎么会知道是红玉髓和玛瑙？若是看了，你犯的可是欺君之罪。还是这串手串根本就是你做的，不看也知道。我怀着皇上的龙胎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，皇上不会这么对我的母族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，一定是你挑唆的，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你怀着皇上的龙胎，还苦苦的这般求情。嘉贵人是把你的王爷看得比皇上和皇上的龙胎还重了。你主，嘉贵人要生了，送回启祥宫。来人，快来人！主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！主，皇上！皇贵妃，请留步。大师安好。皇贵妃安好。请皇上！主！中秋已过，是非已平，我特来向皇上辞行。宫中的是非惊扰了大师修行。尘埃浮生，终归洁净之道。连出淤泥，亦能不染自身。皇贵妃积福，此番一切安好。只是以后的路还很远，荆棘与险阻还很多。只有心无执着，清净自在，所有的尘埃都侵扰不了你。多谢大师指点。大师，皇上在里头等您呢，请。那大师一路保重，本宫就告辞了。林大人，送皇贵妃娘娘回宫。是。血，主家母了，快回宫查太医呀！快！主，你再支撑一下，主，快！三宝，奴才在。本宫想自己走一走。林大人，多谢你的护送。养心殿离翊空宫不远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皇贵妃心绪不佳，您一个人走，微臣不放心，还是让微臣送您吧。也好。微臣看您神色不好，就像微臣当年一样。当年，就像当年，微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燕婉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走下去。可皇上给我指了一条前路。这条前路是您想要去的地方吗？
太后，启祥宫回话说，昨儿后半夜嘉贵人生下了9阿哥，可9阿哥落地时就没了气息，难怪嘉贵人生了许久都生不下来。他这是自作孽呀！怀着孕的时候还诬陷皇贵妃和大师，这孩子能好吗？皇帝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只是没去看嘉贵人，只叫好生安葬了9阿哥。这回这事儿也算是尘埃落定了。9阿哥生下来就没有了气息，朕也不忍再重责御史王爷，罚了他3年恩赏。朕也当面训斥过他，现在发落回御史，让他好好思过。皇上恩威并施，御史王爷定会好好思过的。朕呐，虽然是验赠嘉贵人陷害你之事，可是呢，看着他为了爱子这么的难受，朕也不免觉得可怜。爱子情深，人之常情嘛。主，主您喝口汤吧。9阿哥生下来时就没了气息，太医看了，说是您自个儿大悲大痛伤了龙胎，又艰难产。别说了，孩子没了，真叔也走了，难道是老天在惩罚我吗？9阿哥没了，您更加要养好身子。奴婢听说，御史王爷受了皇上面责，要被送回去了。王爷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要出宫了。我要见王爷，我要见王爷。不，珠儿。王爷，珠儿。20多年了，陛下，20多年了。珠儿，您刚生产完，您真是不要命了。不行，我要命！只要我活着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总有再见王爷的一天。去给9阿哥上柱下，是我对不起我可怜的孩子。虽然我们母子其实没有缘分，但愿他能保佑王爷。
我们回去吧，主。